有人話錢係一面照妖鏡，只要牽涉金錢嘅利益，一個人嘅真實性格往往就會表露無遺。大家好，我係 Danny， 美國歐文士商業顧問 Receivable Management Service 做咗20年啦。我見過嘅唔單止係帳目上嘅數字，更加係赤裸裸嘅人性。今日我想透過3個真實嘅收數故事啦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眼見嘅金錢眾生相。我哋先由一個發生喺黎巴嫩嘅出口貿易故事講起。咁喺一間做珍珠嘅公司啦，出口啦，佢有啲珍珠出口咗去黎巴嫩咁樣。失聯呢個第一，戰亂好多攪教嘢嘅。問佢攞啲文件睇咧，啲嘢唔齊嘅。佢話即係當時處理呢個 case 嘅同事已經離咗職㗎啦。咁佢話：喂，咁算啦，由佢啦。咁啊，即係好豪氣啊，老細。跟住隔咗1年之後，即係呢間公司又再揾我喎。咁啊，將一條美國嘅珍珠數啦，出口珍珠嘅。我上次上嚟嗰單嘢，你哋自己搞掂咗啦，咁樣，因為撇咗帳啊，咁啊。佢話：哇，撇咗帳啦，唔好提啦，嗰單即係唔搞啦。咁嗰單咧成$1,000,000啊美金㗎，啊，佢話唔搞啦咁咯。我話：咁你橫掂都做開呢單咯，俾埋個單我啦。即係我哋嗰邊有 agent 㗎嘛，揾到欠債公司。首先第一件事咧，欠債公司其實轉咗名啊。第二，欠債公司咧亦都有個 record 喺度，不過啲 record 就唔齊。抄啲 email 啊，抄啲文件咧，有啲即係甩漏抄唔到。佢話我我就唔係唔認帳嘅，我知道有呢啲同你呢間公司攞個貨嘅咁樣啦。嗱，如果試下俾一半香港呢間公司願唔願意接受啦咁樣。咁我客話 OK 冇問題啊，本來無一物啦，我都諗住撇帳，我諗住唔理㗎啦。係我 Danny 啊，同佢講話叫佢試一試啫，咁就收咗。第一就係事前嘅準備功夫啦。永遠咧就好過你事後追討嘅。check 清楚買家個底，無論張單有幾大啊，利潤有幾吸引，咁樣先至可以將嗰啲風險咧減到最低。嗱，第二咧就係要足夠嘅證據啊，喺談判嘅時候，咁有記錄越齊全都好，咁咧就越好啦。收到嘅機會，咁啊當然越高啦。只要係揾啱專業嘅團隊，即係我哋啦，利用國際嘅網絡，就算債仔去到天涯海角啊，我哋都有方法刮佢出嚟。令佢現身嘅。話說咧，我個客咧，佢就係喺香港有間做私人飛機租賃嘅公司 Private Jet 啊。咁呢個新加坡公司咧就去用咗我哋香港客戶呢個 Private Jet 公司嘅飛機啦。咁佢用咗佢 service 唔俾錢喎。一做嘅時候咧，原來咧雙方嗌交。呢個新加坡公司咧就話啦，佢話我用佢嘅 service，佢連我啲員工都想挖角請埋佢。即係攞我哋商業秘密咧，又問呢問路，咁佢梗係話冇啦。佢話呢條友啊小氣啊，又話小家喎，疑心重啊咁啊，嗌晒大交。呢個新加坡佬咧，佢話：喂，嗱，我俾錢冇問題，你叫佢寫一封道歉信，書面道歉，我就俾㗎啦，即刻俾咁樣啦。嗱，大家都係為啖氣啫。嗱，叫俾少少 discount 佢得唔得？我冇問題，些少 discount 我費事同佢拗咁多添啊！收即係完咗件事就算啦，真係。咁呢個人話：好，咁啊開個價啦 ，10% discount，簽份嘢，即係 draft 份嘢，大家雙方簽名，俾錢搞掂咗。嗱，呢個 case 咧係一個由合作夥伴變咗一個敵人嘅典型例子嚟嘅。嗱，第一，窮寇莫追，留一線，好相見。試下提供唔同嘅解決還款方案啦，例如俾折扣佢啦，分期付款都得㗎。策略要靈活。最緊要係有錢返啫，你需要一個咧理性嘅第三者。嗱，當雙方咧拗到興合合嘅時候咧，咁啊情緒咧大過理智啊，最好係需要一個中間人。我哋冇感情嘅包袱，可以幫雙方抽離情緒，用客觀嘅方法去協調。第三，喺商業世界裏邊咧，冷靜係最大嘅本錢，解決問題先至係最終嘅目標。個閨蜜識咗好多年啦，好 friend 啦啊！大家雙方嘅屋企人都熟埋咁滯㗎啦，叫我個客啦，即係債主啦，買保險，亦都問佢借咗錢。咁啊借錢百幾萬啦，百幾200萬啦，借咗錢咧就諸多藉口嘅啊，又話阿爸病啊，媽生 cancer 啊，就見佢唔見咗一排，即係電話又唔覆啊，又 block 咗佢啊咁樣咯。點知第一次咧就喺 Facebook 咧見到咧，原來咧佢就
喺伯明翰啊一啲地標嘅建築物咧影張相嘅。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知道佢咧證實咗佢移咗民啊，走咗佬 ，cut 曬所有 content。咁我個客就好嬲啦。咁後尾咧，我哋透過一啲我哋自己嘅 network 啦，因為有經驗，即係對於呢啲咁嘅 investigation 啊、查案啊好出名嘅人，我哋係同佢一個 partner。原來咧當時咧係同呢一個債仔咧買咗好多份保險，幾廿份保險咧咁奇怪嘅，就去呢間保險公司調查，就攞曬啲保險出嚟，係屬於一啲不當嘅行為嚟嘅，唔係將嗰個利益擺喺個受保人嗰度嘅。咁就跟住我哋就寫信去呢間保險公司嘅亞太區總部嘅 CEO。如果你唔處理呢件事唔緊要啊，我哋係透過第二啲渠道去將呢件事講出嚟，俾其他人去評論下咯。例如乜保險保監局啊，或者係傳媒啊，咁咧佢就話會俾一個叫做 ex gratia payment， 咁啊簽曬嘢嘅，咁成件事就完咗啦。咁好老實講，唔理佢邊個俾錢啦，起碼我同我個客討回公道啦。有時我行多一步，諗多一樣嘢，希望即係最終係達到一個目的，就係希望同個客討回公道。俾朋友呃咧係最痛心嘅，但係處理呢類型嘅私人債務咧，大家都要學識保護自己。第一，一定要睇清楚自己簽緊啲乜嘢，了解清楚呢啲，譬如話投資嘅動向啊、合同嘅全貌啊，白紙黑字咧係對雙方最好嘅保障啊。第二，善用人脈網絡。商帳管理員嘅價值就在於我哋有法律團隊，有海外嘅聯繫，令匿埋咗嘅債仔都可以面對現實。第三，山不轉路轉，向源頭追溯。既然件事同債仔嘅公司業務有關，我哋就直接同佢母公司去磋商咯。雖然唔係債仔直接俾錢，但係只要結果係令債主攞返個公道，條路點行又有咩所謂啊？入咗行咧20年啦。咁喺收數呢一行咧，我見盡人生百態、人性嘅醜惡。有陣時我哋爭拗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咧好興斷章取義。英文咧叫做 cherry picking。我哋行內成日講噶啦，係講啲對自己有利嘅嘢咯，去揾藉口咧去逃避自己應該要負嘅責任咯。做生意又好啦，識朋友都好啦，一定要帶眼識人啦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咧係不可無嘅。學識點樣去保護自己啦，或者保護你自己公司啦，呢個先至係生存之道。